4月初二开始，在美国就要全面来实施新关税的政策啊。咱的财政部长曾翠云是表示讲，针对伫个美国进出口的货物，咱即马已经甲应对的方案上好，即马细节是要搁咧调整。另外，针对敢会来普发现金咧，这曾翠云是表示讲，发现金无应该变作是常态。这税收若准有较侪，就会减少国家的贷款，先甲个债务甲现行咧，以整体发展为主。 因为美国要伫4月初二全面扣对等的关税，不过相关的实施细节拢还未对外公布。有立委就关注到财政部敢有做好准备来应用美国新的关税措施，有啥物项目会受到影响？我们有盘整过，有统计过，有讨论过吗？ 我们当然有盘点，另外对于我们出口到美国的主要的产品以及它的金额，我们都有做盘点。对于各种的方案，我们都在因应中。财政部长曾翠云强调讲，虽然伊无去美国沟通关税，不过财政部已经做好盘点来应对。另外，有关到刑税互人民的议题，财政部长曾翠云搁再强调，普发现金无适合常态化，政府收的每一銭拢是依法定收，无超顶的问题。 若准税收是比预期好，应该优先减少机制。财政部是不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？不甩卓院长的看法。对于我们的税课收入优于预期，那我们第一个当然是要减少举债，然后增加还债，剩下的会到税基剩余去。变数这么多的情况底下。 可以拿去发现金吗？剩下到税基剩余要怎么样运用？第一个，我们必须要考虑我们的财政稳健，还有保有财政的韧性。那它在运用的时候，必须要考虑国家长远整体的发展。另外，针对要上路的租厝抵税的新制，之前有民间团体调查发现到，有超过50成税厝的人，因为考虑到厝头家无法度使用租金来抵税。财政部长曾翠云也承诺讲，会加强宣导，也研议规划申诉专线，加强稽查，避免厝头家偷漏税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